上一集嘅為你講有關醫改，提及市民價值觀與政府醫改目標之間出現落差，大家都非常依賴公營嘅醫療體系，有一個公營廉價依賴症普及嘅問題，市民呢係好少選擇。另外就係醫改嘅制度唔整全，例如唔夠夜診等等。今集我哋會從建議方面睇一睇，究竟點樣先做到真正嘅醫改。香港而家嘅醫療保障制度存在邊啲漏洞呢？如果政府想做到分流，有冇參考其他地方嘅做法呢？要講到醫療分流咧，其實唔止係收費問題咁簡單，重點咧係成個醫療保障制度有冇提供一條合理嘅出路，令市民咧喺唔靠公營嘅情況下咧，仍然獲得安全、可以負擔，而且咧有質素嘅醫療選擇。而就現時香港嘅制度嚟講咧，確實係存在幾個結構性嘅漏洞㗎，令所謂嘅分流其實係做唔到分流，甚至咧進一步強化市民對於公營醫療嘅依賴。首先咧，自願醫保計劃喺政策嘅設計上面咧，誘因係唔夠㗎。雖然政府提供咗稅務減免，但係只係得8000蚊。實際上咧，保障嘅範圍唔廣，保費唔平，而且咧好多保障咧都有共付額嘅上限。例如保險公司會設有自付嘅上限，而呢一個上限咧，有時候比政府訂立嘅全年公立醫院嘅上限仲要高。咁市民自然會問：咁點解我要買自願醫保呢？結果係連有能力自費嘅中產家庭都可能選擇唔買，寧願咧真係到出事咧先去求助公立醫院嘅體系㗎。而真正需要保障嘅人，例如慢性病患者、年紀大、有長期病嘅市民咧，又會遇到投保困難。現時保險公司有權拒保，對受保人加價設限，令最需要保障嘅人咧反而冇保障。睇返統計數據都講咗問題嘅嚴重性，而家咧大概係得345萬人左右咧有僱主提供或者自己買嘅醫療保險，仍然有咧超過349萬嘅人咧係冇任何嘅保障。喺冇意外、冇大病時咧，好似冇事；一旦有大病，一係就傾家蕩產，一係就要去公立醫院排長龍。相比之下咧，香港可以參考新加坡 MediShield Life， 佢哋推行全民保險嘅制度，唔止係保障層面闊啊，仲將高風險嘅人士納入整體嘅風險池，令保障制度咧具可持續性。新加坡咧亦都設有保健嘅儲蓄帳戶、長期照護計劃等多層次嘅設計，唔係單靠一份保險解決所有嘅問題。雖然咧，我哋香港而家社會嘅文化制度慣性係未必接受強制醫保，但可以考慮做一啲過渡嘅方案，譬如擴大稅務優惠、設立持續嘅投保回贈機制、政府資助中低收入嘅群體參加醫保等等，起碼可以鼓勵市民建立保險嘅概念，唔好咩都靠政府。另一個值得正視嘅就係中醫嘅角色。政府計劃咧開辦中醫醫院係好事嚟嘅，今年咧2025年嘅年尾就會喺將軍澳去開辦啦。咁但係若果唔正視中醫嘅制度地位同埋融入嘅問題，佢就只係變成象徵意義多，但係實際嘅效能少啦。舉個例啊，而家中醫咧未能夠使用醫健通㗎，即使咧病人喺中醫西醫兩邊睇過症，資料咧都唔能夠互通，做唔到咧臨床判斷同埋轉介。如果要中醫真係做到分流，就必須要制度上面開放醫健通，俾合資格嘅中醫使用，並制定咧中西醫轉介嘅流程。而收費方面，如果咧香港嘅中醫醫院定價咧仍然比公立醫院高，市民自然唔會揀。政府咧應該補貼中醫院，達至咧同病同價。即係市民睇中醫唔會比睇西醫貴，配合針灸、食療、體質分析等中醫獨有嘅優勢，可以建立咧清晰嘅分工。例如慢性病康復、術後調理、心理焦慮等等，由中醫介入處理，減輕咧公營嘅壓力。最關鍵咧係要建立
中醫信任度，可以考慮由中醫醫院同埋西醫院聯合開診，令市民逐步熟習，亦都可以由西醫轉介中醫做復康嘅治療，透過轉介權威建立信任基礎。總括嚟講，政府要推動有效分流，唔可以只係鼓勵用私營，而係要建立一套制度，令到私營、中醫、保險三者互相補足。從經濟嘅誘因去到資訊性整合，從制度嘅透明度去到政策嘅連貫，只要市民有第二條路，而且條路唔貴唔複雜有質素，自然會有意願由逼爆嘅公園行到另外一邊。講到底，醫療嘅保障制度唔單止係經濟上面嘅問題，係社會信任嘅架構。如果制度唔值得信，就算政府講到幾吸引，市民都係唔會埋單㗎。